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买彩券做公益，大家台0539，请大家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。首先，咱先来看咱拜四分享的二种鱼。控数3数，顺利开出控数的，恭喜有对到的朋友。今仔日是4月25，拜五，有几套版路，要分享予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即版是单排二种鱼吼，2支内。咱对2月17开始，31的第5支，下2支，下3支，2支内0711二种鱼，第一支0711双开。12月30，31的第5支，下2、3支，第一支开07个。1月8，31的第5支，下2、3支，第一支开11个。1月24，31的第5支，下2、3支，0711第一支开07个。1月27，31的第5支，下2支，下3支，0711第一支开11个，第二支嘛开11个。2月74，31的第5支，下2支甲下3支，2支内第一支开07个。3月11，31的第5支，下2支，下3支，0711第一支0711双开。4月71，31的第5支，下2、3支，第一支无开，第二支开07个。4月12，31的第5支，下2、3支，2支内第一支无开，第二支开07个。4月22，31的第5支，下2支甲下3支，2支内0711第一支无开，第二支，这就是4月25拜五要用的0711二种鱼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
即摆嘛是学综艺。咱对1月24开始，1年的第3期、顶6期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。第2期的尾数，7尾加8，5尾，用英語3五。1年的第4期，1、2、3、4，開3五的。3月初3，1年的第3期、頂6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第2期的尾數，7尾加8，5尾，用英語3五。1年的第4期，1、2、3、4，開3五的。3月26，1年的第3期、頂6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第2期的尾數5尾加8，3尾，用13、33。1年的第4期，1、2、3、4，開13個。3月29，1年的第3期、頂6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第2期的尾數3尾加8，1尾，用1131。1年的第4期，1、2、3、4，開31個。4月21，1年的第3期、頂6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第2期的尾數0尾加8，8尾，用1838。1年的第4期，1、2、3、4。這就是4月25，拜五要用的1838。學綜藝，互各位朋友做參考。這版是加碼的學綜藝，咱對3月初10開始，8期一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固定8期一屆。第1期02加6、08加13、15、08、15的8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開5個。11加6、17加13、24、17、24的8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開24個。
13+6=19，加13+26=1926的八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926上开01+6=07，加13+14=0714的八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开07个，07个去读着班头。07+6=13，加13+20，13+20的八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这就是4月25拜五要用的。13+20，学中医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即版是古期，咱对2月26开始，03的第一期下7期，固定加1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咱为08开始，08加1、09。03的下7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09。09加1、10。03的下7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10。10加1、11。03的下7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11。11加1、12。03的下7期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这个是4月25拜五要用的。12、古期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以上即几套版路，分享互各位朋友下排做参考。爱记看煞，爱甲大吉大利有三九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支持，祝大家顺利中奖，再会。